短短咁樣4日3夜，長輩就決定咗返嚟灣區呢邊養老啦。究竟係有啲咩魅力吸引到佢呢？呢個決定會唔會有啲草率咁樣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 Man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阿楊叔叔喺我哋灣區養老呢幾日嘅真實感受。阿楊叔叔咧就一路都喺香港呢邊居住嘅。咁喺半年前啦，就身體抱恙，中咗風嘅。咁好彩就唔係話好嚴重，亦都及時得到咗治療。政府方面亦都非常之好啦，安排咗佢去一啲院舍嗰邊，一路做治療，一路居住咁樣。住咗一段時間之後，阿楊叔叔就發覺咗話，去到院舍嗰邊住，因為環境嘅轉變啦，同埋個地方亦都比較逼仄，咁所以咧，一路都休息得唔好，再加埋話夜晚瞓覺嗰陣時，附近亦都有唔少嘅聲音，因為嗰邊隔音亦都唔會話係十分之好噶啦，咁所以導致咗咧佢一路個睡眠質量啊，精神狀態都得唔到一個好好嘅療養，因此咧，阿楊叔就慢慢去做一啲攻略啦，亦都揾到我哋去睇下究竟灣區邊養老會唔會係一個更好嘅選擇嘅，因為想快啲揾到合適嘅養老機構啦。簡單嘅一個溝通之後呢，就鎖定咗一個特種兵嘅叫點講？特種兵嘅參觀計劃啦，叫做4日3夜去睇廣州3間唔同嘅養老機構，而且呢3間呢，仲要係喺唔同嘅區域嘅。3日嘅無縫連接體驗之後啦，咁去到 last day 嗰日。同阿楊生再坐低慢慢傾下，咁了解到咧，原來佢除咗關心呢個居住環境啊、周邊嘅配套設施啊，同埋呢個醫療資源之外咧，原來佢每個星期可能都仲要翻一次香港處理翻啲即係各種事務啦。臨時臨急，即刻就再安排喺深圳嘅一個社區，因為呢個社區咧翻香港係會比較方便嘅。果不其然。阿楊叔叔咧就對呢個養老社區非常之滿意嘅，我仲記得當日去到大概4點零鐘啦，一路就傾到晚黑9點半，我先至喺個養老社區嗰度送翻阿楊生去蓮塘口岸嘅。喺翻去嘅過程之中啦，咁我亦都叫阿楊叔叔再慎重考慮下啦，畢竟選擇一個係以後自己長期居住嘅地方。當其時就臨時臨急啦，去到蓮塘嗰邊附近揾到個酒店住，咁我亦都翻廣州嗰邊啦，翻到去冇記錯都12點幾噶啦。第二日一瞓醒啦，咁見到阿楊叔叔已經喺微信嗰度同我留言啦，就諮詢問翻入住嘅整個流程要係點嘅。楊叔叔執好晒行裝，去到呢個養老社區嗰邊。順利做到個體檢啦，亦都做埋一個健康嘅評估啦。後來就可以入住到裏邊嘅一個獨立生活區咁樣嘅。到而家應該大話都3個幾月㗎啦。咁喺度咧就非常之多謝阿楊叔叔對我哋嘅信任啦，將佢嚟緊嘅退休生活就交俾我哋幫佢做規劃嘅。咁都係嗰句啦，其實好多時候即係我哋無論揾資料又好，或者做攻略都好啦，咁呢啲都係做個參考嘅啫。最緊要一樣嘢，我哋都係要實際過到嚟去做翻一個現場嘅體驗啦，同埋同我哋坐低落嚟傾下偈，做一個充分嘅溝通咁樣先至能夠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嘅。話就係話冇最好嘅，只係係最適合自己嘅啫。我係 Man， 未老先籌謀，養老唔使愁。如果大家身邊嘅親朋戚友想了解翻最新大灣區嘅養老資訊啦，可以聯絡翻我哋。咁記得點讚加收藏啦，咪先之後好難揾得到嘅。多謝晒大家先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